Y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一齊嚟到抽一抽呢個環節。哇！喺我哋上次全極意電池同埋右壓轉大比拼，哇！好多觀眾都好踴躍支持同埋滿心期待。事不宜遲，一齊嚟到最緊張又刺激嘅環節。好啦，第一步就係我哋391右壓轉嘅正機。呢部391有3.0嘅焦耳，哇！力壓389，一樣係水電師傅嘅最愛啊！好嚟，3、2、1。恭喜我哋嘅黎健師兄，以上就係佢嘅留言。好，跟住落嚟就係我哋4.0 Ultra 全極意電池，我哋要抽出3位幸運兒嘅。第一位就我哋腰發粗，呢個網名腰發粗啊。第二位 Chris Choi， 恭喜晒。好，第三位就我哋嘅 Edward Lee， 恭喜以上3位，恭喜我哋以上4位嘅得獎者。得獎嘅朋友記得喺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留言或者 message 俾我哋啦。有個彩蛋俾你哋，見唔見到我身上嘅 Tumax 風扇衫？今日我哋 Tumax 風扇衫有全新系列嘅款式，同埋有5隻顏色嘅風扇，哇！一定好吸引啦！大家之後記得睇我條片，或者先去我哋嘅網站留意下先啦。下次見啦，拜拜！每日開工，長開新一頁，手握